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阿輝。呢個世界不如意嘅事十常八九，當我哋要專心面對一個挑戰嘅時候，往往其他嘅阻礙亦都可能會同時出現。今日我要分享嘅嘢同癌症冇直接關係，但我哋要應對嘅思維其實都係一樣。呢個頻道雖然主要以我面對癌症為主，但如果我有癌症以外嘅突發狀況或者其他疾病，我都會另外拍片去分享。細細個成日聽人講，傳說生蛇如果生到上條頸就會死人，事實又係咪咁呢？我唔知，但呢一種恐懼就正正會令我哋咧急住要快啲咁去殺死呢條蛇，因為怕死啊嘛。我自己從來都冇生過蛇，亦都冇諗過自己會突然生蛇。而我今日跟呢段片要分享嘅就係我突然生蛇嘅個案。呢條仲要係一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添。究竟我又會用咩方法去處理佢呢？如果話係殺死佢，不如話我係收服佢啦。但係喺我分享生蛇嘅詳細情況之前，今日我想同大家一齊探討下生蛇嘅前因係乜嘢。你知啦，自從學習咗原始點之後，從因治病係一件好重要嘅事，所以今日先同大家去明因。下一集我哋先至識果。喺尋因之前，容許我先簡單交代一下事發嘅經過同背景。事緣呢，我5月頭同朋友咧就去咗深圳玩2日。呢2日咧就既冇補充足夠嘅熱能啦，亦都同時咧連續2日咧都搞到凌晨好夜先至瞓。我承認啦，呢2日咧係因為我個人咧太放鬆啦，又有啲驕傲，覺得咧我身體情況咧咁穩定，我可以有 quota 去放肆啦，唔使咁多顧慮啦，以為咧放肆1-2日就冇咩問題啦，點知就一時大意咧，就真係個身體就出事啦。呢2日喺休息不足同埋熱能不足嘅情況之下咧，嗰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咧就被引發出嚟啦。其實咧，我身患癌症咧，理應咧就係要養好個身體，更加咧應該盡量避免疲勞，同埋咧要注意咧經常補充足夠嘅熱能嘅。但人性就係咁樣噶啦，可能係我嘅心態有啲太放鬆、太淡定，有一啲輕視咗身體嘅狀況，一時警覺唔夠咧就出事啦，俾呢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咧乘虛而入。呢個情況咧就好似當時諸葛亮派關羽鎮守荊州咁樣。作為關羽咧，理應就將專注力咧放喺守護荊州呢件事上面嘅。咁但係咧，關羽咧因為心高氣傲，一時疏忽大意咧，竟然出兵攻打曹操，就俾孫權咧乘虛而入，俾佢咧仲突襲咗荊州成功，導致咧荊州失守。雖然咧我嘅身體係向緊一個好嘅方向回復緊啊，但我仍然咧都需要將養好身體呢件事咧放喺第一位嘅，無時無刻都要警惕。呢啲時期咧絕對不能咧大意失荊州，否則咧就驕兵必敗啦。所以今次咧得到呢個教訓咧，未嘗咧唔係一件好事嚟嘅，尤其係我呢啲患癌嘅人咧，更加係冇資格啦、冇本錢啦去大意嘅。希望咧同路人咧都可以以此為戒，千祈唔好咧因為病情咧一時穩定咗咧就疏忽大意啦。我一直以嚟咧好強調從因治病嘅重要性，所以咧以下落嚟咧我就同大家咧一齊探討下生蛇嘅前因係咩啦。生蛇嘅原因我哋可以從4個角度去解釋嘅。第一，首先從主流西醫嘅角度去解釋。生蛇嘅正式醫學名稱咧，其實係帶狀疱疹。點解我哋會生蛇咧？其實就係因為細個嘅時候咧，患咗水痘，好翻之後咧，水痘嘅病毒咧，仲潛伏咗喺我哋嘅神經線入面。當我哋過度疲勞、休息唔夠嘅時候咧，就令到抵抗力降低，或者免疫力降低。呢個時候就會好容易咧發生生蛇嘅情況啦。第二，中醫嘅角度。中醫咧將生蛇咧歸因於3樣嘢：內在正氣不足、內服之邪同埋咧外邪侵襲。呢3樣嘢相互作用之下咧，就會引發生蛇嘅情況啦。
首先，正氣不足，點解我哋會正氣不足呢？正氣其實就係我哋可以理解為西醫所講嘅免疫力啦，又或者原始點醫學所講嘅熱能。當我哋過度疲勞、休息不足，又或者有情緒壓力嘅時候呢，就會令到內在嘅正氣虛弱，導致正氣不足嘅情況。至於內伏之邪呢，就係體內潛伏嘅邪啦。體內潛伏嘅邪又係咩呢？以生蛇嚟講啦，多數咧就係肝膽濕熱。如果你長期情緒鬱結，平時咧又或者平時咧食嘢食得太辣太肥膩，又或者咧長期捱夜，呢啲咧都會助長咧我哋嘅濕熱內存嘅。呢啲濕熱毒邪咧一有機會咧就會沿住我哋嘅肝膽經向外走，由皮膚排出。所以咧你會睇到生蛇嘅時候咧，啲疱疹咧係會沿住身體單邊嘅肝膽經咧去分布。再嚟就係外邪侵襲啦。外邪咧多數係指天氣唔好、潮濕炎熱，即係中醫所講嘅風熱毒邪。當我哋正氣不足嘅時候咧，呢一啲外來唔好嘅邪氣咧就會乘虛而入我哋嘅體內。喺呢個時候咧，體內潛伏已久嘅濕熱毒邪咧，亦即係頭先所講嘅內伏之邪咧，就會蠢蠢欲動啦。簡單啲講，當正氣不足，同時又有內伏之邪，再加上外邪侵襲咧，三者同時發生嘅時候咧，生蛇嘅原因就成立啦。喺三者嘅相互作用之下咧，內伏之邪就會乘虛而發，同外來嘅風熱毒邪相搏，於是咧就會糾纏喺皮膚嘅經絡而發病，最後咧就導致生蛇嘅情況出現啦。係咪好複雜呢？講完中醫嘅角度，第三個角度去解釋生蛇原因咧，我就會用原始點醫學去說明，呢個咧就簡單好多啦。講到呢度，容許我介紹一下原始點醫學係啲咩先。原始點咧係大道至簡嘅醫學，將所有複雜嘅醫學理論化繁為簡，變成最簡單、最實用、最生活化嘅醫學知識。原始點咧更加係以因緣果作為整套醫學嘅核心框架，強調必須從因治病。以原始點嘅角度嚟講咧，疾病分為症同狀，生蛇係屬於症狀嘅狀，而所有症狀咧都只有兩個病因嘅啫。第一就係身體器官運作失調，佢哋叫做體傷；第二就係熱能不足。所以咧，原始點角度嚟講咧，生蛇咧嘅原因就係非常簡單嘅，就係話因為有體傷同埋熱能不足所致啦。好啦，咁啊，最後一個角度咧，我哋就係用身心靈嘅角度咧去解釋生蛇嘅原因。以身心靈嚟講咧，每一個器官咧都有佢嘅功用嘅，疾病咧其實係有佢哋嘅任務所在嘅。如果一種病特別喺某一個器官出現咧，咁就正好顯示咗問題所在。身體咧其實係想表達一啲嘢出嚟嘅。生蛇係一種皮膚病，而皮膚嘅主要功能咧係保護自己，同時咧亦都係向世界展示自己。所以生蛇咧主要嘅原因有兩個：成日覺得自己總係俾人針對啦，俾人欺負啦，成日覺得好無奈啦，呢個係第一個原因。第二個原因咧就係自我形象低落，欠缺自信，亦都好在乎別人咧點樣睇自己嘅。咁啊，長此下去，如果你有呢兩個原因嘅話咧，發泄嘅唯一辦法咧就通常就變咗喺自己身上噶。於是咧，疾病嘅任務咧就隨之而嚟啦。身體咧就喺我哋嘅皮膚咧表達呢一種情緒出嚟，而生蛇咧就係身體表達方式嘅其中一種。患病其實真係一件好考智慧嘅事嚟嘅。你未患病之前咧，通常你對呢個病咧係好陌生嘅，但你一患病咧，你就要即刻好快咁做一個決定，睇下點樣處理佢。所以話咧，患病係好考智慧嘅，但同時咧亦好考你嘅知識，因為你嘅決定咧好取決於你當時嘅思維，而你嘅思維咧亦受到你平時所累積嘅知識所影響嘅。所以咧，
我哋咧最好就要防患於未然，喺考驗嚟之前咧做個準備，就好似考試之前咧嚟個 mock exam 咁樣啦。今日我就同大家分享我面對呢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，我嘅思考準則係點，我有乜嘢選項，我又會點樣使用呢啲選項呢？當我父母知道我生蛇之後咧，就立即俾咗2個方案我啦，而我自己咧亦都有另外一個方案，即係話咧我當時面前咧就已經有3個選項啦，而我思考嘅準則就會將呢各個選項咧分為上中下策去考慮嘅。首先，我阿爸咧知道我生蛇咧，佢第一個諗法就係生蛇有黃金72小時，要即刻去揾西醫處理，等醫生咧俾啲藥膏你搽，同埋咧俾啲抗生素你食咁樣。西醫嘅方法咧，我會視為非必要時咧絕對唔用嘅，因為咧西藥同嗰啲抗生素咧皆為極寒極毒嘅藥。生蛇就係要將我身體嘅毒素排出嚟啊嘛，而家又何來要翻轉頭吸翻啲毒落去呢？仲有啲藥嘅副作用我都未講，所以咧呢個唔會係我首選嘅方案。但頭先講啦，非必要時唔用，咁如果必要時呢？乜嘢係必要嘅時候啊？必要時就係如果當生蛇嘅位置生喺一啲好危險嘅位置，好似眼附近呢啲位置呢啲地方。如果你唔阻止佢，佢可能會生喺隻眼度會致盲嘅。咁又或者生蛇令到你太痛，痛到你嚴重影響日常生活嘅話咧，喺呢啲時候咧，咁我哋就真係可能要考慮下咧，用西醫嘅方法，因為情況好危急，必須咧先殺死呢條蛇。就算以毒攻毒都冇辦法啦，權衡輕重之下咧，我哋唯有兩害取其輕。西醫方法雖然係快，但唔係一個好嘅方法，非必要時咧唔會用嘅，我會視之為下策。然後啦，我阿媽知道我生蛇之後咧，佢第一個諗法就係中醫嘅方法。媽咪嘅諗法係我生蛇係因為肝唔好，肝火盛，肝有熱毒，要食啲甘草綠豆去清熱解毒，調理好身體。清熱解毒調理體質未嘗不可啊，但係透過改善體質去改善症狀呢，今次係一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。喺呢個情況嚴重嘅時候呢，係咪一個最有效嘅方法呢？呢個我會打個問號。同時甘草綠豆呢係屬於寒涼嘅食物，生蛇期間呢體力消耗巨大，理應呢就係加強補充熱能。食甘草綠豆咧，反而令身體咧消耗更多熱能，會唔會影響自我修復嘅進度呢？呢個亦都係我顧慮嘅地方。中醫方法以整體為主，長遠嚟講係一個好嘅可行之策，但未必可以解到燃眉之急，所以咧亦都未必係我當下咧最好嘅第一方案。我會視之為中策。而最後啦，到我自己啦。我自己嘅第一個諗法係咩呢？我腦中第一件事咧就係諗我要從因治病，重點係解除病因，最好咧就係身體可以自我修復。所以咧我會傾向於用原始點呢啲自然療法嘅。原始點嚟講，生蛇係屬於症狀嘅狀，病因就係體傷同熱能不足。處理方法就係從因治病。生蛇有2個病因。但我今次生蛇咧，體力消耗巨大，而且範圍甚廣。呢個情況嚟講咧，理應咧就係以熱源為主嘅。原始點嘅處理方法係喺生蛇嘅地方咧，塗薑泥，加強補充熱能，亦即係外熱源。同時咧，亦要增加進食呢個薑糊嘅次數同埋劑量，亦即係補充內熱源。務求咧俾到身體足夠嘅熱能去進行自我修復嘅。呢個方法咧可以大量俾身體補充足夠嘅熱能，而且咧直接、快速、有效，同時咧亦都冇任何嘅副作用。因此咧，原始點方法咧，我會視為係最好嘅方案，我會視之為上策。既然上面已經分咗上中下策啦，我就用排除法。
去篩選一下做決定。先講西醫方法，西醫方法我認為係下策，非必要時唔會用。今次我生蛇生喺前腹到背部，冇出現喺一啲好似眼嗰啲危險嘅位置，因此呢，我先排除西醫以毒攻毒嘅方法。跟住就係中醫方法同原始點方法嘅比較啦。中醫方法清熱解毒調理體質，頭先講咗啦，而原始點方法就係加強補充熱能，呢兩個都係好好嘅方法。但我思考嘅係先後次序嘅問題。正如我標題所講，今次生蛇呢條係一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。如果以清熱解毒去整體改善體質，繼而再改善症狀嘅話呢，會唔會功力同效率都唔夠呢？再者，甘草、綠豆本屬寒涼之物，呢啲食物之所以被分類為寒涼，係因為你食落肚消化嘅時候會消耗身體大量嘅熱能，因此清熱解毒嘅方法呢，會抵消你用原始點方法補充熱能嘅功效。故此呢，兩者其實係不能同時進行嘅。咁要二選一嘅話呢，我就會揀原始點方法作為第一方案啦。先加強補充熱能去解除症狀為首要，繼而呢，再用中醫方法清熱解毒，整體改善體質，避免生蛇情況復發。所以我最終嘅決策呢，就係先用原始點方法加強補充熱能，去幫助身體自我修復呢條大蟒蛇。當生蛇情況處理好之後呢，再用中醫方法去整體調理身體，清熱解毒，改善體質。而西醫方法呢，我則會排除在外嘅。所以今次生蛇嘅過程呢，我係半粒西藥都冇食過，係半點藥膏都冇搽過嘅。好啦，今集講咗咁多，又係時候嚟個簡單嘅總結啦。首先，如果我哋身患重病或者長期病，本身體質已經唔好嘅時候啦，就更加我哋係冇本錢冇空間去鬆懈。關羽大意失荊州，就係因為驕兵必敗，我哋都應該以此為戒。當我哋生病嘅時候，從因治病係方為上策，所以我哋應該先尋求病因，同時呢，亦都可以用多個思維模式去理解生病嘅原因，當係一個學習。知道咗病因之後呢，再嚟就係思考用乜嘢方案去處理疾病嘅問題。上策係乜嘢，中策係乜嘢，下策係乜嘢，如此類推。最後，股神巴菲特嘅師傅呢，蒙格，佢有句說話係講得好好嘅。等我呢，就用佢嘅說話呢嚟作為今日分享嘅結尾啦。你必須掌握許多知識，在腦中形成一個思維框架，並且在生活中自動運用。這樣就能成為一個最有效率嘅人。因此，我這輩子不斷的實踐跨領域的方法，從每個領域攝取自己所需的 95% 知識，變成思維習慣的一部分，避免困在自己領域內，還認為無所不知。你睇下，佢係巴菲特嘅師傅，一個咁叻嘅人，佢都係願意去跨領域咁不斷學習啊！所以當你嘅知識越多，思維模式越多，你嘅板斧就越多，應對突發嘅病情或者身體狀況呢，你嘅心情就會越淡定，所以呢，你就唔會恐懼，亦都唔會慌張。蒙格係講俾我哋聽，我哋要用多元嘅思維模式。當人有得選擇，唔再係只有一個方案可以揀嘅時候呢，又或者唔係只有一個思維框架嘅時候呢，咁你就唔會俾呢個唯一嘅選項所綁架啦。你就有咗選擇權，有咗選擇權之後，你自然就好淡定，自然唔會彷徨，唔會恐懼。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關於我點樣由西醫嘅恐懼中呢解脫出嚟，大家可以睇下我呢條片。影片嘅連結呢，我會放喺 comment 度，亦都會放喺影片嘅結尾。今集我就講到呢一度啦，下一集再同大家分享
我生蛇嘅詳細情況，同埋點樣收復呢條窮兇極惡嘅大蟒蛇。好啦，今日我就分享到呢一度，下集再同大家傾過啦，拜拜。